芝加哥咧叫做風城，係因為咧佢冬天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大風，因為佢地處全美國5大湖之一密西根嘅旁邊，咁樣咧而佢咧亦最近咧亦都叫做風城喎，完全係因為佢嘅係變成咗政治中心。大家都知道啦，喺2012年嘅總統選舉裏邊，芝加哥最出名嘅總統奧巴馬係連任嘅。咁樣咧，喺過去嘅4年咧，同埋將來嘅4年咧，都會係由奧巴馬呢個芝加哥嘅政治人物嚟做總統。於是咧，大家咧就叫，因為佢係政治文化特別強啊，所以咧就叫做咗令到咧即係全美國咧係掛起呢個政治嘅風暴咁樣嘅。咁樣咧其中咧非常之有名嘅咧，就係芝加哥係好多電視台嘅，因為咧芝加哥嘅電視台咧喺全美國咧係非常之有地位嘅。咁樣我哋喺呢個面前見到呢部咧，呢個咧就係點講？呢個咧就係 ABC 第7台嘅。咁樣咧非常之有名嘅新聞播音員，好似華裔嘅咧，我哋係有 Linda Yu。咁咧佢喺呢度直播新聞嘅時候咧，好多觀眾咧通常咧就會圍住喺佢嘅落地玻璃窗前面欣賞佢哋嘅新聞播音啦。咁樣係非常之有特色嘅一個景點。